讲到即马大选要到，检方是去查到台北市安徽省同乡会涉嫌去接受中国的赞助，招待27个人去中国旅游，要求去支持特定的政党甲候选人。同乡会理事长等2人目前嘛已经获检方来申请羁押。台北市安徽省同乡会面册被仲夜直接抛出，同乡会27人旅游团定地去中国安徽参加文学艺术研讨交流活动，加去几个所在的国际名胜旅游的相片，也毋过检调协部，一抓7天6暝的行程，每一人只需要开16000块，其他的加大交通全部技术由中国统战单位出钱。期间搁较有代办人员伫参会时要求团员支持特定政党也是总统候选人。北京分8路搜索，约旦18人了后，离被透早上压台湾安徽同乡联谊总会省理秘书长甲同乡会省属理事长。本署侦办台北市某同乡会成员接受招待赴陆旅游、涉犯反渗透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李姓、宋姓被告2人罪嫌重大，且有互相勾串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随着台湾立法理事大选临近，中国动作愈来愈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照着纪念毛泽东灵诞130周年，都无袂记哩，佮表示坚持两岸统一的立场，互解脱也是改善的手段之一。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鲍树可是导师指出，中国会根据台湾甲美国的大选，设法互选举结果有利中共。面对中国想办法要改选，咱国法务部伫行政院会上登报营运策略报告，未积极防止。记者综合报道。